万难为。不义之财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挑行钱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是以不义之财，黑心钱。挑行钱，失掉了，还帮钱，大受掉。黑心钱会因为缺德之事而失去，不明不白的钱财会因为赌博输掉。比喻不义之财会不义地流失掉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